時裝會，今年已經踏入第3屆啦，咁將會咧喺9月1號去到14號舉行。今年嘅香港時裝會主題呢，就係 Rhythm of the Heart， 係好有心意嘅。香港係亞洲時尚產業嘅心臟，創意同埋創新都喺我哋呢個地方匯聚，動力生生不息。設計師同埋業界從業員朋友對於時裝懷抱匠心，將無盡嘅心思傾注於喺每一件嘅作品之中。